我哋一齊讀《傳道書》第3章第11節。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哈利路亞！咁耶穌，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呢一句嘅説話，大家嚟讀嘅時候可能有啲陌生，不常讀啊。不過呢，如果我讀另外一句説話呢，可能你就會好熟悉啦。羅馬書7章28節，唔需要揭去你就知道。嗰句係講係神造萬物，唔係萬事萬物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8章，呢個係羅馬書7章28節。唔係8章。大家應該唔陌生啊。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就有啲陌生啊。不過我想講你聽，羅馬書嗰句説話係從呢句説話而嚟嘅。好冇同你旁邊嘅弟兄姊妹講，今日呢，你都要享受神造萬物嘅美好。你要享受神造萬物嘅美好，沙沙哈利路亞！神造萬物嘅美好。哈利路亞！Amen！神造萬物，多謝耶穌。本來就係要俾我哋都享受。神造萬物都是好的，在創世紀嘅時候上帝創造各樣嘢，看是好的，都是好的。讚美耶穌。神造萬物都是好的，不過有啲時候我哋又唔係覺得幾好，好多時候覺得唔係，只係覺得唔係幾好啫。今日呢，當我哋坐在呢一度祈禱會嘅時候，你心裏邊有冇諗到一啲唔係咁美好嘅事情呢？定係諗緊一啲好美好嘅事情呢？我哋心裏邊諗一件事情好同唔好呢，係我哋嘅選擇嚟嘅。上帝講俾我哋聽，佢做嘅都係好，不過呢，有時我哋覺得唔好。究竟係上帝搞錯咗，定係我哋搞錯咗？有所謂有抑鬱情緒病嘅人呢，時時都諗住唔好嘅嘢，主啊！所以咧就時時都覺得唔好。是的，主耶穌，你問我哋。奉耶穌嘅名祝福你。今天呢，你常有神嘅話語，你思想嘅盡是神嘅話語，思想嘅就係神所做嘅每一件事都係美好嘅。哈利路亞！讚美主。好比咧，我哋話前面有半杯水，有人覺得好好，但係有人覺得唔係幾好。究竟我哋選擇覺得前面有半杯水係好定唔好？係我哋選擇。神呢個時候俾半杯水我哋相信係最好嘅。主啊，感謝你。點解有呢句説話呢？傳道書第3章第11節呢句説話點解會出現呢？呢句説話嘅出現係嚟自第3章第1節開始就講呢個事情㗎啦。呢一度嘅説話咧，可能大家亦都唔陌生啦。可以嘅話，我哋一齊讀完第3章1到8節。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栽種的也有時，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守有時，捨棄有時，撕裂有時，縫補有時，
靜默有時，言語有時，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呢一段嘅説話咧，呢個嘅聖經學者稱呢一段説話叫做時間詩啊，講論時間嘅。頭嗰句説話應該大家都唔會陌生啊。第一節呢個其實第3章第2節係呢個詩歌嘅開頭，就係生有時，死有時。好多人都會咁樣有慨嘆，人生在世，生有時，死有時。好多時咧喺安息禮拜咧都會讀到呢句説話嘅，生有時，死有時。唔知咧你讀呢段説話嘅時候，我哋聽人講嘅時候咧，或者啱啱我讀完一次之後，你會有啲咩感覺咧？係咪好似中國人唔係中國人，有啲所謂嘅宿命論啊？哇，樣樣嘢都定咗啦！唉，難怪無怪乎咧，我一生都咁窮啦，時時都唔開心啦，定晒啦！我就算點努力都冇用啊！係咪咧？係咪咁樣咧？第3章第1節開始嘅時候講嘅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宿命論嘅人睇呢段嘅經文咧就係啊，聖經都係咁樣講，整定一切都係唔係咁樣咧？以至到咧呢個傳道書第3章第9節，佢話這樣看來，作事的人在他的勞碌上有什麼益處咧？這樣看來，既然樣都定咗啦，咁樣你努力又有咩益處咧？係咪咁樣咧？事實上咧，傳道書由第1章開始一路嚟到去講落嚟咧，都係瀰漫住呢種好無奈嘅色彩嘅。有人咧將呢個傳道書好多人咧可能少睇，又或者其實睇咗都唔明白啊嘛，所以咪少睇咯嚇。傳道書可以睇成咧，其實就好似個佈道會裏邊嘅一篇嘅信息。事實上，我記得好多年前我未信耶穌嘅時候，我應該係大學嘅時代，1年級嗰陣時去尖沙咀文化中心有個佈道會，喺嗰度用咗個場地。嗰個講嘅內容我已經唔記得咗，不過我記得嗰一次講到咧，我嗰陣時未信耶穌嘛，牧師呼召嗰陣時我好掙扎嘅。佢講咧就係講呢樣嘢，就係用傳道書嚟講，第1章第2節係咁樣講嘅。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我記得呢一個嘅講題啊，佢話樣樣都虛空啊！咩叫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咧。咩叫虛空？虛空即乜都冇啦 ，emptiness 啦，或者英文用 meaningless 咯，冇意義，一切都冇意義嘅。或者咧喺傳道書用另一個字眼叫做一切都好似暴風，唔係暴風捉影喎。你以為得到咧，其實就好似捉住風咁樣，風捉唔得到嘅，係捉唔到嘅。虛空就好似暴風一樣，乜嘢你都捉唔到。乜嘢叫虛空的虛空咧？虛空裏邊嘅虛空唔係，其實咧係希伯來文咧去表達一個叫最高級嘅説法。英文裏邊咧就 biggest 啫嘛嚇，即係大啲最大啊嘛。希伯來文咧就冇呢個咁樣嘅表達方式嘅，佢只係最大嗰樣嘢咧係大中的大，咁就叫最大。大中的大係啦，所以咧我哋聖經裏有卷書叫做雅歌，雅歌咧就係 Song of Song， 歌中之歌，即係話最好聽嘅歌係啦。所以虛空的虛空嘅意思咧，實在係要表達嗰個最虛空嘅事情。你如果將佢想像成為一個嘅佈道會，呢個講完出嚟，一開始講，今日咧我同大家講一個信息，叫做虛空的虛空，咩事咧？
虛空的虛空，就係最虛空嘅。乜嘢係最虛空嘅咧？就係凡事都是虛空。呢個命題就係咁啦。乜嘢係最虛空嘅咧？就原來一切嘢都係虛空。乜嘢係最冇意義嘅咧？原來一切嘅事情都冇意義。我記得啊，嗰陣時，而家講超過30年啦。啊，嗰個佈道會嗰個牧師講嘅時候，我覺得好有共鳴啊！係生命真係好多嘢都把持唔住啊！以為咧好努力嚟到去得到啲什麼，但係原來人生在世，轉眼就一場空，轉眼就人生就離開呢個世界。呢個係傳道書由第一章一路講落嚟。呢一個開始嘅時候，傳道書呢個嘅，如果我哋話係一個佈道會啊，從前嘅一個聚會，呢個嘅講員在以色列人中間嚟到宣講嘅時候，佢話佢係以耶路撒冷作王大衛嘅兒子傳道者嘅言語咁樣嚟到講。所以傳統上咧，邊個係耶路撒冷作王大衛嘅兒子？咪所羅門咯。所以傳統上咧都相信咧呢個嘅講呢番説話嘅人咧係所羅門。不過研究聖經嘅人咧就同我哋講，其實呢個係一個説法啊，講嘅人咧化身成為好似好比作一個所羅門咁嘅身份嘅人啫嚇，一個嘅聚會裏邊咁樣嚟宣講啫。因為從成個傳道書用嘅嗰啲嘅文字咧，希伯來文咧係一個比較後期啲嘅希伯來文，就好似咧今天我哋中文咧用白話文啫嘛。我哋打開報紙今日咩嗰啲文章都係用白話文寫噶嘛，係嘛？有乜的的了了啊，什麼嘅事情啊？你唔可能話一篇好有意思嘅文章係孔子寫嘅今日，哪怕咧嗰個人咧講晒好多孔子嘅好多論語有啲哲理啊等等嘅，但係孔子寫嘅文字就必然係用咩啊？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有朋自唔係嗰個孟子啊？呢啲咁樣嘅説話啊嘛，梗係用嗰啲好古舊嘅中文噶嘛。呢一個現代中文，我哋即使完全有晒孔子嘅嗰啲嘅説法道理，我哋唔能夠話係孔子寫。但無論點樣我講俾大家明白一樣嘢，實在傳道書嘅文體文字都處處講俾我聽係以色列人比較後期嘅著作應該係在佢哋被擄回歸以後，已經經驗咗國破家亡，已經經驗咗自己沒有國家，已經經驗緊聖殿嘅生活裏邊，佢哋恢復咗啦，重建第二聖殿，但係生活裏邊仍然有好多嘅困難，佢哋不斷嘅嚟到問生活何其嘅困難。我哋今日相信耶和華上帝回歸嗰一代人，點解會係咁樣嘅？佢哋聽到傳道書喺一個聚會裏邊呢個講員係咁樣講，就算強如大衛嘅兒子在耶路撒冷作王嘅一個咁樣有智慧嘅人，佢所經驗嘅係咩呢？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你以為你做到啲咩嘢就好有意義咩？你做到啲咩嘢人生就好有喜樂咩？我講你聽，就算係一個咁樣嘅人，佢都沒有喜樂。當然即刻諗到呢個咪係所羅門咯。所羅門好就係所羅門，佢所經驗嘅就係咩呢？用一首詩講俾大家聽。傳道書3章，日光之下無新事，
節說，都去3章一。開始講嘅用呢個嘅四時嘅嗰啲嘅自然嘅出沒嘅事情咧嚟到説明，係人一切嘅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嘅勞碌，有什麼益處呢？一代過去，一代又來，他卻永遠長存。日頭出來，日頭落下，急歸所出之地，風往南刮，又向北轉，不住的旋轉，而且返回轉行原道。讚美錯，説明嘅係人生在世嗰種嘅無奈。一個就算在耶路撒冷作王，極有權勢並且大有智慧人，佢都係咁樣嚟到經驗呢件事情。讚美錯，所以呢個嘅第一章講完呢首詩之後，跟住嘅命題就叫每一個人嚟到看見一件事情：日光之下無新事。我哋都熟悉呢句説話啊！日光之下無新事。以為咧做一啲咩嘢可以滿足到自己，擁有啲咩就得啦。日光之下無新事，以前唔得嘅，今日都唔得。跟住咧，第一章有兩句説話嚟到去作為一個命題就係第15節，彎曲的不能變逆，缺少的不能捉數。彎嘅就係彎嘅，唔會變得直嘅喎，係嘛？有啲嘅事情爛咗就爛咗噶啦，冇咗就冇咗噶啦，少咗就係少咗噶啦，唔會改變嘅呢個事實。有啲人以為用自己嘅方法、自己嘅知識同埋能力可以挽回。我再講多句説話你聽，第18節。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知識就加增憂傷。講你聽，唔得噶！你以為有幾多嘅知識同學問只會徒然增加你嘅煩惱啫。喺呢個傳道書一開始講嘅，就係呢啲咁負面嘅説話咧。喺聖經裏咁負面嘅，係啊，你要咁樣嚟到理解，係一個嘅講章一個嘅講道開始嘅引言嚟嘅。呢個正正係當時嘅以色列人佢哋所經驗嘅，唔係在所羅門王嘅年代咧，佢哋好富貴嘅，佢哋好好嘅，從來都冇呢樣嘢嘅。不過咧，在各國家亡已經成為事實，被擄雖然回歸，但係佢哋嘅生活仍然無所着落，仍然咧好像沒有盼望嘅。咁樣嚟到去做二等公民，或者根本就冇公民身份咁樣嘅咩亡國為民，呢啲係當時以色列人所經驗。所以咧呢個講完咁樣講嘅時候，哇！個個人在參加聚會嘅人咧，好有同感啊，好有共鳴啊。今日咧我哋講佈道會係咁樣，一講就講你有咩需要你有情緒病。你家庭有問題，你嘅仔女唔聽話，你同個丈夫嘅關係唔好，哇！個個人都真係。當時我年青嘅時候聽你前途你都唔知點樣，哇！喺人生在世就係咁樣。講完之後咧，你以為靠你做呢啲方法就得咩？彎曲不能變直，你加增知識只會加增煩惱。然後第二章再講落去，呢個嘅傳道者呢個嘅講員，佢就話唔係啊，同學，我心裏邊諗，我如果擁有好多嘅富貴，咪可以突破呢種嘅所謂嘅虛空咯，冇意義咯。記住，佢用一個叫咩好比耶路撒冷作王，大衛嘅兒子嘛，好似所羅門一樣咁樣嘅身份，佢就話好，咁我好好嘅嚟去享受人生啦。所以第二章係咁講嘅。來吧，我以喜樂試試你，你好享福。呢個係佢呢個人咧，同佢心裏邊講下，跟住咧就完全有晒所羅門嘅色彩啦。就係咩咧？於是呢度講
我心裏面察看，點樣用酒使我肉體舒暢。不過我仍然用智慧嚟到去衡量量度。誰知道我為自己第四節為自己動大工程，建造房屋，就栽種葡萄園，修造園囿，在其中栽種各樣果木樹，挖造水池，用以澆灌亂小嘅樹木，買了僕婢，也有生在家中嘅僕婢，又有許多嘅牛群羊群，勝過以前在耶路撒冷眾人所有的。我又為自己積蓄金銀和君王嘅財寶，並各省嘅財寶，又得唱歌嘅男女和世人所喜愛嘅物，並且有許多嘅妃嬪。呢個咪完全有晒所羅門嘅嗰個嘅故事嘅背景咯。所羅門就最多妻妾嘅啦。不過呢，我哋讀聖經我哋知道咯，所羅門就係因為咁樣累死佢咯。所以咧咁講嘅時候，人人都聽到，唔講就由自己講就把幾火啦嚇。所羅門就係因為咁樣，以為享樂就好咯，一切都係虛空。所以講嘅就呢樣嘢，享受係冇用嘅，所有呢啲嘢都唔能夠將呢個虛空嚟驅走。即使有智慧如所羅門，實在都冇用。繼續講落去嘅時候呢，你會讀到啦。不過我哋唔詳細講啦。第二章一路講，就算擁有呢一切，就算好有智慧，都冇用啊，都唔能夠改變呢一個嘅都是虛空嘅事實。所以第二章第14節，凡我眼所求的，我沒有留下不給他的；我心所樂的，我沒有禁止不享受。第三章第11節，後來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和我勞碌，唔係第二章第二章11節，和我勞碌所成就的功，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好啦，跟住呢句説話就係12節，我轉念觀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後而來的人還能作什麼呢？也不過行祖先所行的就是了。2章14節，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嘅就在黑暗裏行。我卻看明有一件事，這兩等人都必遇見，係乜嘢呢？第2章第15節，我就心裏說，愚昧人所遇見的，我也必遇見。我為何更有智慧呢？個個人都係咁樣嚟去遇見呢啲事情，我有智慧又點啫？2章16節，我心裏說，這也是虛空。智慧人和愚人一樣，永遠無人紀念，因為日後都被忘記。可嘆智慧人死亡與愚昧人無異。我所以恨惡生命，因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為煩惱，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同大家讀第一章、第二章讀落嚟，哇！全部都好負面啊！擁有好多又唔得，有智慧都唔得。所羅門所經驗嘅，所有傳統相信呢個所羅門嘅經驗就係咁咯。佢老年之後呢，同大家分享，唉，真係我一生人，我後悔啦，我唔應該咁樣啦。不過傳道書所有呢啲，我講啦，再講次啊，就好比一個佈道會開始嘅時候呢，提出晒呢啲所有嘅困局，提出晒所有啲問題，咁呢就，有人心裏覺得完全嘅認同咗呢個講完之後呢，佢就
講啦，第2章嘅繼續講落去嘅時候，我哋從第21節啊，因為人用智慧、知識、靈巧所勞碌得來嘅，卻要留給未曾勞碌的人為分。呢度講緊點解智慧都冇用呢？就係原來你一生勞碌，最後都留翻俾人喎。嗰個人佢唔需要努力就有咯。仲有呢，你留低俾人，佢究竟好唔好珍惜你啲嘢呢？你都冇把握嘅喎。唉，真係何苦呢？然後23節，因為他日日憂慮，他的勞苦就成為愁煩，連夜間都不開心，心也不安，這也是虛空。所以列舉出所有呢啲嘅虛空，所有呢啲嘅冇意義，所有呢啲嘅捉不着，所有呢啲嘅無奈同埋徒然。24節講晒啦，呢啲跟住咧呢個講完，嚟呢度咧就講出呢卷書或者呢一次講道嘅主題啦。一直讀第24節啊，人莫強如吃喝，且在勞碌中享福。我看這也是出於神的手。係啦，就係呢句説話。所有都冇用嘅時候，咁點啊？人生就係咁無奈咩？唔係，傳道書好個修辭技巧好豐富嘅。嚟到呢度佢就講俾所有嘅人聽。引領人嚟到去轉眼仰望耶穌。當然嗰陣時唔係講仰望，轉眼仰望耶和華啊。佢話人莫強如吃喝，且在勞碌中享福，這也是出於神的手。原來人生在世，你以為要擁有幾多，用咩方法先至可以滿足咩？唔係啊！今日你有衣有食，好好嘅嚟到享受神俾你嗰一份就得啦。人嘅出路唔係在咩啊？遙遠嘅地方啊！中國人咧以前咧窮嘅日子咧就要漂洋過海去到金山嗰度先至揾到樂土啊！再唔係啲人咧，唉，死咗好過啦，響天堂啊嘛，返天家攬住聖經跳樓啊！唔係，傳道書從呢度開始講俾每一個讀傳道書人聽，講俾今天我哋每人聽。我哋只要嚟到認定所有嘅事情都係出於神嘅手，我哋就可以歡喜快樂。呢一個係最重要嘅。如果唔係出於神手，以為一切都靠我自己，只會好痛苦，只會好無奈啊！所以第2章講到呢度，然後第3章説明點解會咁樣講呢？一切嘅無奈之後，就講認定神今天俾你擁有一切嘅豐富。第3章頭先我讀咗啦，原來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啊！記唔記得頭先我哋講話？今日我哋思想係第3章第11節。第3章第11節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宣講。Amen。原來我哋一切都以為我哋捉不緊、抓不住，冇錯，呢個係事實。但係我哋咁樣睇嘅時候，我哋睇錯咗啦，以為人生嘅意義係在於我哋捉得緊、抓得住。第3章傳道書講俾你聽，正正就係乜嘢呢？一切都有定期，一切都有定時，唔係整定啊！你唔能夠改變啊，而係咩啊？定期同定時係邊個定啊？唔係你定啊，唔係你啊文偉，唔係你啊馮家。第3章11節係咩話？神造萬物各按其時啊，係神定㗎。所以嗰一個頭先我讀嘅第2節到第8節嘅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就唔係唔係咧，哇整定晒我冇啊，
喺人生在世好痛苦啊！以至都有人咧，頭先我講一次，第3章第9節，這樣看來作事啲人在他的勞碌上有什麼益處呢？啲人咧諗啊，樣樣都有剩，有乜我勞碌嚟做咩咧？你搞錯咗啦！第3章第9節係講俾啲人聽，呢一種嘅觀念係錯嘅。11到16節講俾第10節開始講俾你聽，唔係啊！我見神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冇錯，你人生在世呢個勞碌，你唔好以為冇意義啊，冇得着什麼。上帝藉住呢啲嘅事情要操練你，等你更加強壯。唔係因為要你可以掌握得到咩，控制到啲乜嘢，千祈唔好咁樣諗。你咁樣諗就大錯特錯，因為神造萬物都是美好，不過呢個好係各按其時成為美好，都係好嘅，係時候滿足，人先看見啦。搞清楚呢樣嘢，一定係好嘅。不過咧，我哋好多時候我哋未人感受到好嘅，去到嗰個時候我哋先知，哎呀，原來上帝你嘅預備係咁好嘅。交俾主，你明白？你唔知道啊，以為就係咁無奈，人生在世。有一個故事講啦，有個嘅智者去幫助嗰個一個嘅國王佢就照打理國家事務，嗰個國王好喜歡呢個嘅智者立咗做國師有一日咧佢要打獵去上嗰度就同埋國師一齊去。咩師啊？國師國師國家個國師嚟到帶領呢個嘅國家呢個國王嚟到去做事各樣嘢，但係打獵嘅時候，呢個國王唔小心整斷咗隻手指尾，咁樣翻去嘅時候，嗰個嘅國王就話：哎呀，真係唔好彩。但係國師佢有一個口頭禪，佢話：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好的。呢一個嘅國王聽到國師咁樣講，我斷咗手指尾仲係好，真係是非常之憤怒 call 鬧呀即刻揾咗國師去坐監。呢個咩人真係一切都是好的，結果韞咗去坐監之後，稍為好翻啲嘅手指咧，國王好中意打獵，又去打獵。呢次打獵咧，仲慘，遇到啲食人族，捉咗個國王去。咁呢啲人咧就要食國王嘅整一個嘅法事咁啊！撈一輪之後咧，好啦，綁住咗國王就要劏佢啦。劏嘅時候一睇，咦，冇咗隻手指尾喎，國王即刻就唔要啦，唔可以要啲斷咗手指尾嘅人嚟到去俾獻俾佢哋嗰個神啊，就放翻佢走。哇！嗰個國王翻到國家咧就話：哇，好彩我冇隻手指尾啫。所以佢就即刻放翻嗰個國師出嚟。國師你真係講得啱啊！真係好美好啊！我冇隻手指尾真係好嘅。不過卿家韞咗你坐一輪監，就真係唔好意思啦，真係唔係幾好啦，係嘛？但係國師就話：一切都係好美好嘅。如果我同你一齊去打獵捉埋我，你就放走咗冇手指尾，我冇完好啊嘛，咁啊劏咗我噶啦喎，一切都是好的。咁耶穌，我哋係唔知道嘅，我哋只知道嘅係一切都在神手中。呢個係傳道書第3章嚟到呢度講俾你聽。今天所以1、2、3章一路講落嚟，
人生在世係好多嘅事情係我哋唔知道，所以第3章第11節係咁樣講：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人冇辦法嚟到明白上帝所做嘅事情。上帝已經將呢個永生放喺世人心裏。咩叫永生？唔係永生嗰個字叫奧蘭，希伯來文。奧蘭即係永恆、永遠。喺人嘅生命裏頭，早已經有一種追求永恆嘅意識。但係人唔知道呢個叫永恆，呢個永遠同我哋所遇上嘅事情點樣嘅嚟到去結合。人以為用自己嘅方法呢個係奧蘭同呢個虛空咧，希伯來文 head 係一個相對嘅事情。你捉住咩？永遠都捉唔到㗎。呢度講俾你聽，你唔需要捉，上帝已經俾咗你啊，早已經俾咗你啦。你以為你用咩方法就可以捉得到、掌握到一切咩？冇啊！當我哋以我哋嘅方法，以為可以捉到永遠呢個事情奧蘭咧，永恆喺我手中咧，你注定失望，注定失敗，你永遠都唔得。唯有信服神嘅話語，相信上帝，你好好嘅嚟去享用神今天俾你嘅一切，你嘅生命就可以不作一樣。所以呢度係咁樣講嘅。第3章講完呢度，第12節，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並且人人喜樂，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恩賜。多謝耶穌。呢個就係嗰個答案啦。原來我哋一生要追求嘅，莫強如，你以為要擁有幾多先好咩？唔係最好嘅，最好嘅冇嘢比得呢樣好嘅，就係喜樂行善。咩叫喜樂行善咧？唔係一人一善喎，係照住個神話，照住神嘅説話去工作去生活，呢個叫行善。好享受呢個事情，喜樂咁樣去做，生命就不一樣，生命就有盼望，就有力量。就同大家分享，而家講又超過30年啦。一個大學生一路以嚟咧，佢都想相信耶穌嘅，識好多朋友都信耶穌嘅。不過喺佢人生裏邊，佢唔能夠相信耶穌，覺得相信耶穌唔科學。除非有神蹟，見唔到神蹟就唔相信耶穌。呢個嘅30多年前嘅青年人，一路都唔相信耶穌，因為冇神蹟。雖然覺得好好，直到就參加好多佈道會，始終都唔相信。直到有一日，佢跟同學返去教會上主日學讀聖經，讀到呢一節聖經第3章第11節。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神又將永生放在世人心裏。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呢個嘅大學生，呢個青年人當時就好想嚟到去了解、去明白、搞清楚上帝嘅道理，然後先相信耶穌。但係嗰一個朝早，嗰一個早上，上帝就用呢句説話同佢講：你仲要搞清楚啲咩啫？你係不能參透嘅，來相信我。就喺嗰朝早嘅主日崇拜唱詩歌嘅時候，搶完主日先唱詩歌嘅。一企起身唱歌嘅時候咧，一唱讚美主嘅時候，唔知點解嗰個眼淚就流落嚟啦。然後嗰句説話，佢話：你仲要等咩時候看見咩嘅神蹟先相信我咧？主啊，多謝你！你永遠都唔能夠參透嘅，就係嗰個朝早流淚喺神面前決志相信耶穌。阿門，哈利路亞，直到今天。講説話的傳道人。今天咧，我想俾大家作見證，呢句説話就係改變咗我一生嘅。我就係當年個青年人
同心祈禱。跟住天父上帝，我哋感謝讚美你恩典，係啊主，我哋以為我哋可以捉得到、掌握得住，但係主，我哋多謝你，你冇叫我哋咁樣嘅嚟到去創造我哋嘅美好，因為一切美好都係從你而嚟。若果我哋離開你，我哋不能做什麼，我哋亦都不能有美好。只有我哋嚟到去完全嘅相信依靠你嘅話語，完全嘅被聖靈嚟到去支配， Amen。來到充滿，我哋就可以降服喺你面前，我哋就可以終身嚟到享受，喺每時每刻都享受你所賜俾我哋一切嘅豐盛同埋美好。係啊主，因為你所做嘅一切都是美好，所以我哋唔再嚟到去諗我哋要做啲咩先至有意義，我哋自己嚟到去聽到你嘅話語之後，照住你嘅話語行，終身嘅照住你話語行，終身行善，享受與你同在嗰種喜樂，享受活在你話語裏邊有你話語主人嗰種喜樂。多謝你恩待我哋咁樣嘅，你有帶領我哋賜我哋咁樣嘅美好嘅生命，聽我哋誠心祈禱，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阿門。好。